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奉主耶稣的名向大家请安。愿这个疫情能够快快的离开全世界，不论是在我们个人的家庭，以及在世界每一个国家。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个上帝对他属于他的教会他的心愿，其中一个最主要，上帝对教会或者基督徒的期待，就是愿世人成为分别为圣的教会，愿教会成为分别为圣的教会。今天我们所分享的、所思考的经文，最主要是以的利未记第20章第26节为主要的经文。今天我们思想的主要经文是利未记20章26节，以及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为他的门徒所祷告，求天父上帝能够让他的门徒因着神的话语跟真理，能够分别为圣。也盼望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很清楚地意识到基督徒自己的角色。耶稣说你们当成为世光地盐，世上的光，地上的盐。他的意思也就是谈到说，基督徒他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能够表明出来圣洁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分别为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态度。身为基督徒，在这个时数的世代里面，在这个很讲求实际生活的世界的里面，一个基督徒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因为我们经由圣灵的感动、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教导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分别为圣就是这个意思，有所区别，有所为，有所不为。那利未记的第20章26节，上帝对他的子民，特别利未记，我们知道他是代表神的12支派当中，特别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一群人，利未族。那利未记是神对他们的一个要求，神对他们说：你们当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所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做我的圣民。你们要与万国万民有所分别。有所这个分别这个字，就是在众人当中被区分出来，被分隔出来，是有所不同的。这一个字也就是被拣选为圣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从神在古老所说的他对他的子民的一个期许，我们认识到圣经当中所讲的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自古以来是宗教生活、宗教信仰当中一个非常代表敬虔的一个字眼。我深深的感觉，不论任何一个宗教，如果它是一个正派的宗教，其实它都是教导人敬虔的事情。更何况我们是属于真神耶和华，我们岂不应该更追求敬虔，跟分别自己的生活，在每一个世代？分别为圣是上帝他自己的心意以及他的作为。愿我们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我们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我们共同的站起来，成为一个救恩的记号。在这一个黑暗的世代，或者在这一个相对主义之下的世代，我们能够向世人表明，基督徒是真的不是一个骄傲，而是真的在生命里面愿追求良善而有所不同。那这也能够经由今天的分享，我们能够回到圣灵里面去读圣经，也从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有所不同，是一个分别为圣。那我也想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重新来在神的面前，用神的眼光来看看我们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代。这个世代远远超过以前的20个世代。如果是用经济或者用许多现实的生活来谈，的确，20世纪的末期到21世纪的初期，人类在科技方面，在许多的资讯方面，是一种大爆炸的一种世代。但是这个世代真的是一个能够容神益人的世代吗？让我们深深来回想。
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呢，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冲击？在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挑战？当代的教会所遇到的社会的议题，我们又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张跟见证呢？事实上，如果你经常是用一种深思熟虑的眼光，或者深思熟虑的态度，在检讨你自己的思想跟你的生活方式的人，我相信你可能已经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其实是一个非常讲求享乐主义的世代。人经常以自己的享受享乐为主要的生活的一个价值。这个世代可能已经变成一种对绝对的事情、绝对的权威、绝对的一种价值有所挑战。这个世代的人被称为不喜欢被一种传统的一个思维所框在一个限制的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称之为一个相对主义的世代。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听得懂，其实自古以来人类都遇到这种思潮的挑战跟诱惑。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就会读到许多好像父亲对孩子的一个期待，不论是在浪子回头的故事，或者在许多教导世人能够懂得成为神的孩子的圣经的经文。我要为大家来选读箴言第23章26节。这一段经文虽然以文体来讲是所罗门写给他的孩子，或者所罗门用一国之君来为他的国民弟兄姐妹所提出来一种信仰的呼吁。这段经文说：“我儿啊，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我的心，你的心，你的眼目，他用一种父子的关系，更能够彰显出来。其实这是天父上帝对我们所讲的话：“我儿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昵称为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家族血缘上，或许我们没有真正的一个亲属的关系，但是在属灵的教会的这种关系里面，我们称为弟兄姐妹。最主要的一个图像，是我们共同以天上的神耶和华我们的上主为天上的父。所以在这种家庭里面的图像，我们就称上帝为我们的天父。各位弟兄姐妹，神有许多的话语，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走在一条永生的道路上。那让我们能够再回想以赛亚书第35章第8节。以赛亚书第35章第8节，他说：“在世界上有一条道路，被称为圣洁的道路，污秽的人不能够经过。他必专为救赎的圣百姓所行走。”各位弟兄姐妹，神为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以民，他让他们从被捆绑的为奴的日子，能够成为得解放、得释放的自由、敬拜上主的一个民族。其实有许多人不只是在身体上被捆绑为奴，受居所为奴，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的，或者思想的，或者情欲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跟神说：“神啊，我要与你同行，行在一条圣洁的道路上。”让我们一起成为一个圣洁的族群，圣洁的军队。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3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摆上自己，说：“神啊，我要献我自己为活祭，因为你是圣洁的神，我愿我为你而活，我愿成为一个圣洁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当记得，其实神说我是圣洁的，我是完全的，所以你们当如同我一样的完全。我是圣洁的，你们当如同我一样的圣洁。这是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重新来反省，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世界生活上我们所行所为所说所做。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古老的教会传统说，我们所行所说所做都是为了能够荣神益人。荣神益人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
前任的教宗本笃16世，他对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做了一种很深刻的、很亲密的一种呼吁跟提醒。他看到了世界的种种的思想跟智慧冲击的现代的教会，在许多的议题当中，教会反而有一种被为难的一个地方。要讲嘛，就会好像得罪了弟兄姐妹，让他们觉得一种是被责备的。其实本笃16世教宗，他其实不是一个害怕讲真正信仰话语的一个长辈。他真正的心意是唤起每一个基督徒能够深深的思考自己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过一个现实的生活。他说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他说，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面对的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想，或者自由主义的思想，或者俗世神学的思想，这些思想就好像一种带有病毒的二手烟，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吸取了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并不是那么的能够真的在上帝的话语上是一个正确的教导的。他说，许多的基督徒或教会在这种吸二手烟当中，就慢慢的不知不觉当中就被污染了。其实在这2年我们所遇到的这种 COVID-19 这种疫情的冲击，我个人转化这个疫情成为另外一种思想的病毒。我深深的觉得，其实在每一个世代，教会都面对的一种来自于俗世的思想，对神圣的话语的一个挑战。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你深深的思考，你会同意我们所说，我们的孩子今天虽然得到了更多自信心，活在一个更能够发挥自我角色的一个世代，但是相对的，我们的孩子所面对的情欲的诱惑，远远胜于以前那种很单纯的社会文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被一种灰色的或者一种相对主义的思潮，如同二手烟来影响了我们。所以教宗本笃16世他说，现代化的价值观深深的影响了教会，以至于甚至那个影响胜过于在教会里面所提出来的查经班主日的讲道。现在的弟兄姐妹受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价值的影响，远远胜过于牧者在教会里面的讲道或者在查经班的呼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愿意为自己的生命分别为圣，我相信你会意识到这一句话的贴切跟他的呼吁真诚的一个邀请。教会在相对主义，不只是教会，所有的人类在相对主义之下，其实现在的人渐渐的觉得自己的自由是何等的宝贵，不可以受别人的约束，甚至不能被国家或者被宗教信仰所约束。人以自己的自由跟欲望为自主最重要的自主权为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价值。相反的，就失去了我们的敬虔对宗教里面所提到的一种绝对的价值。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好的思想，我们手上如果是神绝对的话语，或与世界上这种看为美的一种思潮，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深深来想想看，这2个哪一个是真正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可贵的呢？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为了追求自由，所以他们就抗逆别人所加诸于自己的一个框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以追求自己为最高的一个主张，甚至就开始否定或者否认或者轻看教会宗教所给我们的一些仁义理智性，这种仁义理智的这种的价值的绝对的价值或者绝对的道德观。愿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俗世的世代当中，我们能够找到心中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标杆，我们能够不受着漂泊。因为有许多的现代人
受到了迷惑之后，如同一条小船在汪洋大海当中，那个海浪冲击来，这个小船就不但能够成为一个自主的一个主张的一个航行。愿神的灵带领我们，能够超越这种冲击跟诱惑。那也愿我们的众教会足够刚强，不再是以福音为耻。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真的能够肯定神所说的话语，一点一滴一画，我都愿意谦卑的遵从，不受别人的影响，哪怕是别人否定了圣经的教导，我愿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踏实的、谦卑的、服从神话语的一个基督徒。愿今天的讲道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理的同学，让我们成为一个神圣洁家庭的弟兄跟姐妹。也愿所有对教会的冲击离开神自己的教会，让今天的教会不再在被冲击之下，而觉得我们对世界的世俗的公共生活的主张失去了我们主张的一个权柄。其实越是在黑暗的世代，教会更应该圣洁跟谨慎的行使神将我们放在弯曲悖谬世代的一种正直的主张。愿神与我们同在，因为选择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一个选择。我们知道我们想要的跟不想要的，很清楚的、深思熟虑的有信仰的主张。各位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神称他的孩子说：你们是在万民当中是有所分别的。有所分别这个字叫做 double， 这个字是区别出来的，是分开的，如同红海分开了以色列民，从此之后是一个自由的民族，或者一个被奴隶的一个族群。红海就分开了一个现在跟将来，让这个神的子民能够走向了未来。他从此之后就成为神圣洁的一个百姓。各位弟兄姐妹，约伯记在我们的信仰教導上，我们称之为一个勇敢在苦难当中一个勇敢的神的孩子。其实这一个整本的约伯记当中，第一句话他就非常的震撼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他还没有谈到一个苦难的神学、苦难的临到的时候，圣经的记载，约伯他自己谈到，在神赐给他的一个最美丽的生命的一个图像，就是我生之为人，有一个人，他坚持他要完全正直，他要坚持敬畏上主，他要坚持远离恶事。当我看到多年来我所忽略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非常的恭敬，对这一个属灵的长辈有一种敬畏跟尊敬的地方。我说，哪有什么人能够像这一句话所讲的，他是一个完全的正直，一个完全的敬畏上主，完全的远离世界上的一切诱惑跟邪恶。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以约伯的心境来回应上主的声音。今天我们哪怕是生活在俗世的这种冲击之下，我们求主的灵、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让我们能够立志恭敬的站在天地之间，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成为你的差遣的仆人，求你的灵帮助我能够全然得胜，求你的灵来帮助我，让我能够胜过这黑暗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攻击跟挑战，是给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能力，是给我有所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一个态度，让我真正的能成为你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的圣民。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一种自觉，这就是一种自我的意识。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世代，我们不再是一个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过一天算一天的糊糊涂涂的人。愿神的灵跟神的话语今天摇醒了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醒过来，为主兴起，让我们不再做一个朦朦胧胧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的基督徒，反而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意识，我们能够效法约伯。我们说，主啊，在你的面前，我要恭敬的站着，
我要秉持你的呼召，我要完全的学习，完全的正直，完全的敬畏你，完全的远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黑暗的诱惑。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每一次我们聆听神话语的这种传递，神的话语不论通过任何人传递给我们。当然多数是由教会跟牧师所传递给我们圣经的一些教导。那其实有时候神通过一个小孩子，我们很单纯的孩子，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信心的俗世的生活。孩子告诉我们说：“爸爸，我们岂不是依靠神的家庭吗？”有时候神通过一个小孩就唤醒了我们。愿我们今天的经文能够带给我们深思熟虑的挑战，让我们能回到自己属灵的心灵的深处。我们问我们自己：我在这个世代，我在追求什么？我想要什么？我不要什么？做一个基督徒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什么我们都需要，也不是什么我们都想要去夺取。如同保罗说：“前我以为这个世界是荣华富贵何等的宝贵，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就看这世上一切如粪土。”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种新的眼光，是真理的眼光，是神圣洁的眼光，是来自于圣灵跟耶稣基督所赏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次聆听神的话语，恭敬的读经，那我们就得着了生命的一种知识。这个叫做属灵的知识。当我们有圣灵的帮助，神的话语的帮助，我们就能够参透万事，我们就能够参透神的奥秘，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意念。然后保罗说，我们依靠着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圣灵，我们就能明白神的事情跟人的事情，我们就明白神的事情跟人的事情，就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各位弟兄姐妹，每一个选择，每一次的肯定，或者每一个否定，都是一个深度的肯定。圣经说，神是给他的仆人天国的钥匙，我们所开的门没有人能关，我们所关的门没有人能开。我们所开的门就是一种肯定的选择，我们所关的门就是一种否定的选择。不论是肯定或否定，每一个基督徒因着神的话语跟圣灵的帮助，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深度的、积极的、肯定的一个抉择。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彼此祝福。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成为神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人就带有能力、权柄跟智慧。我们不再做一个瞎眼的人，迷迷糊糊的过我们的一生，因为神的话语使我们分别为圣。各位弟兄姐妹，神的话语就使我们分别为圣。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将我们自己摆上。今天的礼拜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就将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情绪，就摆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跟神说：神啊，我的生命就如同五饼二鱼。神，我将我自己的生命就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悦纳我，向你高举，我向你祷告，求你祝圣，然后拨开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翻转的一个生命，让我有一个属灵的智慧，能够选择正确的选择。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懂得主耶稣基督所讲，人不能够有两个主人，我们只有一个主人，选择这世界的主，或选择天上的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非卖品，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归耶稣基督。我们的灵魂是非卖品，不论多昂贵的利益、利润、价值，都不能够收买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这一个天国的新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能侍奉两个主，要么就是侍奉天上的耶和华，或者地上的马门。各位弟兄姐妹，愿你我都懂说，主耶稣基督我懂，因着你的缘故，我看世上如粪土，唯独看天上的天国的福音为宝贵。各位弟兄姐妹，耶稣的弟弟雅各，
他也传递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烈又清楚的一个教导。他说：“如果你们与这个世俗的世界，其实这个原文世俗这个字叫做 cosmos， 它是指的是世界。如果你们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各位弟兄姐妹，听，正确的听，谦卑的听。雅各说：“如果我们与世界为友，我们就变成与神为敌。”他说这个世俗这一个字，原文在希腊文圣经的新约里面，这个字叫做 cosmos。cosmos 的意思就是指宇宙，就是指世界。在这世界的一切主张，在这世界的掌权，在这世界黑暗的权势，在这些事上，如同狡猾的那一条蛇，诱惑着神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与神同行，当与神为友，甚至要谨慎，免得受诱惑。最后呢，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命的翻转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所领受敬拜的一个经文的依据，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我们的耶稣基督早在2000年就为他的门徒献上了一种恳求，他为他的门徒向天上的父做了一个祷告，求天上的父用他自己的话语，就是真理的话语，能够分别为圣，让属于他的门徒能够因真理而分别为圣得胜。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他的心意，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不只是为2000年那些在黑暗当中呼求弥赛亚的犹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而已。耶稣基督穿越时空，在2000年之后的今天，耶稣基督仍然是我们的救主。他穿越时空来到这世界上，他所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天上的礼物。他跟天父说：“求天父用真理使他的百姓分别为圣。”这个真理就是 logos， 真理又翻成一体两面的话语。这一体是 logos， 是指上帝的话语。上帝在历代当中，在历史当中为他的百姓指明所讲的，被记载的、被背诵的、被记载在心里面的任何一句上帝的话语。另外一面呢 ，logos 这个字就好像英文的 logic， 逻辑，它是一种理性的，它是一种真理的，所以这句话又可以翻译成为一个真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共同聚集的时候，就如同身边耶稣基督身边的门徒。他们都会带着一个渴慕的一种眼光看着耶稣基督说：“主耶稣，求你对我们讲话。”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求你对我们讲话，让我们今天也能够用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来仰望主耶稣，也能够用我们属灵的耳朵跟主耶稣说：“主耶稣，你的仆人静听，求你对我们讲话。”各位弟兄姐妹，愿圣灵亲自对你讲话。耶稣基督会告诉我们说：“孩子啊，你们虽然生活在这一个世代，但是你们记得，你们不属于这世代的君王。你虽然活在这个世代，但是你不属于这一个世代的君王。你们的王是在天上为王的神，你们的王是在天上为王，在施恩宝座的耶和华你的上主。”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将这个道路赐给我们。主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经由我，你们不能到天父上帝那个地方去，那里去。”各位弟兄姐妹，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在主日分享雅各在旷野当中，他说那个地方 Hamakom 那个字，那个地方，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那个圣洁的那一条路。”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紧紧的聆听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说：“虽然我不为你们祷告，让你们早一点离开世界上，不求你离开这世界上，但是我为你们祷告，求天上掌权的耶和华上帝能够保守你们脱离那个恶者、那个邪恶、那个黑暗的权势。”主耶稣基督早就知道，我们做一个行使神真理的一个仆人，我们必为他征战。
在这个黑暗的权势当中，我们必遇到诱惑跟挑战。主耶稣知道，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求神聆听我们祷告使我们远离那个诱惑。各位弟兄姐妹，神听我们的祷告，甚至在我们软弱不知如何自处，在软弱当中也没有力量再继续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神会用他的手捧我们在他的生命、他的心中。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神的话语是使我们分别为圣最重要的亮光。所以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因为神将他的光就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们是世上的光，是因为上帝将他的真理的光放在我们的里面。从此之后，我们不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就如同灯台，能够在黑暗当中闪亮出来。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能够尊主为大，尊神的话语为大，尊主的话为大，尊圣灵为大，尊神的名为大。愿我们在神的面前记得，主耶稣他成为我们分别为圣最重要的那一把钥匙。约翰福音第17章19节，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我为他们的缘故，我自己分别为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被呼召、被领导、被陪伴、被鼓励，走在一条圣洁的道路之上。这一条道路是少有人走的路，这一条路通到的地方是一个困难，叫一个荣耀的天堂，是少人进入的一个天堂。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各位弟兄姐妹，请你看你的家人，请你看你的孩子。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为你的孩子自己分别为圣。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分别为圣，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分别为圣。如果你是一个为人父亲的一个弟兄，请你记得，你的孩子看着你的背影，不要花天酒地。主耶稣基督差遣你成为你的孩子的分别为圣的记号。你如果是一个为人为母的母亲，你当用一个圣洁、谦卑、温柔的心，不论做父亲、做母亲，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的父母，我们当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分别为圣，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孩子将因为我们的决志，我们的孩子将因为我们的坚持，他们就领受天国的一个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典范，我们要为他做见证，成为我们的孩子的典范。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分别为圣，我们要领导，完完全全的将我们的孩子带领到神的面前。我记得有一次，我读到一个追求圣洁的一个一个基督徒的作者，他说，当他在写这种灵修的书籍的时候，他心中有一种冲击、难过。他说，我生活在这一种青少年被情欲所诱惑的世代，每一个父母，当他的女儿要外出去交友、读书，或者要到社交的时候，有时候他的父母甚至不敢跟他自己的女儿说：“孩子，你要守贞，要好好的保护你的身体。”我不晓得是真的或假的。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有一些父母在孩子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他竟然用那种避孕药放在女儿的牛奶的当中，来保护他自己的女儿。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人间的一个悲剧。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女儿，岂能用这种的方式嘛？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孩子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将他带领到圣洁的神的面前，那才是唯一的正途，而不是偷偷的用一种避孕药，好像这个保护 COVID-19 的这种疫苗，偷偷的打在他的里面。不是的，我们应该要带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有自觉的，他懂得什么是要，他要什么，他不要什么。愿神悦纳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是给我们一个圣洁的力量，是一种如同明光照耀在家里面。有我们在我们家里面，就不再有黑暗的权势；有我们在我们的家族，将一人得救，万人得救。愿我们的教会，不论在竹堂，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所归属的教会，愿我们荣耀归于我们的上帝。让在这个世界流浪
疲惫的浪子，让在今天这个世上流浪疲惫的浪子，他们走到风花雪月的地方，从夜店，从酒吧，他们觉得这种的生活让他觉得不但不能够带给他们真正的幸福，反而让他们觉得有一种污秽的感觉、黑暗的感觉。他们在寻求一个有亮光的、微微的蜡烛点燃祷告的教会。愿我们的众教会的门是不关起来的门，让我们的众教会的十字架的光是永远常亮的光，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世代成为能够等候。在流浪当中，在暗夜当中，能够重新渴望寻求到圣洁跟良善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但是主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这种救赎的大能。愿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行，让我们的生命有所为有所不为，恭听神的呼召，以说：我儿啊，你们当分别为圣，归我为圣民。愿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恭敬来祷告。天父上帝，你的孩子呼求你，你知道孩子心中是深深的相信你，但是求你怜悯你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你的孩子难免有苦毒，你的孩子难免有软弱。天父上帝，求你怜悯我。当我祷告结束的时候，让我能够重新的抬头仰望，开启我的眼睛，能够如同看到在家门口等我们的天父上帝。求你怜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耶稣爱你。